我而家講下 Pocket 4點樣運作嘅。咁首先咧，扭開個熒幕，你撳左下角咧就可以揀唔同嘅模式，可以係揀慢動作啦、低光視頻啦、同埋影相嘅。打橫咁樣影拍片係 4K 嘅，咁你見到呢度 4K 啦，30 fps，咁即係每秒鐘咧就可以影到30格嘅。咁如果你想影慢動作，就可以由下向上撥；想拍慢動作就可以揀 4K 60，或者你發覺個容量唔夠啦，咁你可以較低佢108嚟嘅。咁通常我哋都建議用 4K 嘅。會見到左上角就係你拍片可以拍到嘅時間。如果左右搖杆咧，你會見到我個畫面係可以跟住上下移動。咁然後如果你撳1成呢個咧，就可以切換個變焦模式。咁你見到如果我撥向上咧，就係加大，佢最多4倍啦；向下咧就係1倍咁樣嘅。咁今次 Pocket 4咧有一個新嘅掣，就可以將佢快速咁樣切換做乘1同埋乘2嘅。如果你要多過2咧，就要用翻個搖杆嘅。呢個咧就係設定2嘅。咁如果你想設定嘅話，你可以撳實 C 呢個掣。咁你會見到你可以定義，譬如話單擊啦，單擊你可以係變成影相啊，係唔同嘅模式都得嘅。咁呢個就視乎睇下你嘅需要而去決定嘅。右下角呢個位咧就係面向自己啦。紅色呢個掣咧其實就係開始拍攝。開始拍攝之後，左上角會有個紅色嘅數字，咁你撳咗一下咧就係完成拍攝。你個畫面由左向右撥咧，你就會睇得翻你頭先嘅影片。個畫面由右向左撥，咁其實有唔同嘅模式啦。你已經可以睇到美膚嘅效果啦。咁譬如話你可以揀磨皮啊、美白啊、膚色。咁咧，你都可以揀膠片影調啦。咁即係其實唔同嘅內置 filter，譬如話係膠片啦，跟住清新啦、暖調啦。如果你打直嘅話咧，其實最多你見到下邊其實最多係3K 嘅啫。咁如果咁樣轉傳入紅色機，好方便嘅。